二代家接下来，后学唱名的前贤们，请到台上来接受表扬。孝德单位萧慈芬前贤，孝德单位曾华玲前贤，孝德单位江淑娟前贤，孝德单位陈小慧前贤，请后学现在唱名的前贤，移驾到台上来，谢谢。人和单位林玉纯前贤，人和单位欧慧珍前贤，爱祥单位李凤玉前贤，爱祥单位林美良前贤，爱祥单位王秋丽前贤，爱祥单位严淑娟前贤。拍摄。我们二代亲口家庭的模范母亲就是妈妈亲口，然后带着子女也一起亲口。所以台上这些年轻妈妈，她们的子女都还很小很年幼哦，但是呢，她们都已经亲口了哦。那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个奖项我们要恭请王宪一检察师为我们，王宪章检察师为我们表扬。